最近心思思想整野生眉，聽我講幾句真心話，我唔係叫你一定唔好整，而係想你了解清楚油性皮膚嘅特性，再決定適唔適合自己。野生眉最靚嘅就係根根分明嘅無流感，但係你要知道油性皮膚分泌比較旺盛，係會慢慢將色料化開。就算啱啱整完線條好幼細好分明，去到後期油脂分泌，線條有機會變粗，甚至會出現甩色或者係斷節嘅情況。保養起身嚟咧，真係要花多少少心機。咁油性皮膚嘅客人係咪真係冇得揀呢？其實真正最適合你嘅係霧眉。點解我咁推薦霧眉俾油性皮膚嘅朋友呢？因為霧眉本身追求嘅係一種柔和通透嘅底色。對於油性嘅皮膚嚟講，就算後期皮膚因為出油令到啲顏色慢慢化開，佢出嚟嘅效果都會好似你平時化妝用眉粉輕輕掃過嘅感覺，有一種自然朦朧嘅美感。就算化開咗，都完全唔覺得奇怪，反而顏色越甩越自然。所以話了解自己膚質，順勢而行先係最聰明嘅選擇。大家平時化妝係中意野生嘅無流感，定係霧眉嘅感覺呢？喺下面留言或者 DM 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幫你分析下你嘅皮膚膚質最啱做邊款眉型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